怎么？拿着续命。师哥，这一会儿家长就来了，我该怎么聊？你传授我点经验呗。这教家长啊，学生心慌，家长心烦，老师心累。但是在所有教家长里，这个早恋那是最难搞的。我也正烦着呢。7个人，全是咱们俩班的。这几个人啊，之前就一直总不在一块儿。这可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兔子专吃窝边草，合着一个堆里疯狂薅羊毛啊！也是，一次性搞这么大阵仗，因为早恋把家长给叫来，哎，还一次叫7个，别说你了，我都没见过。哎，行，到时间了，走吧，咱去接接他们。好吧。媛儿姐和小饼干还没回来，早知道就不该派他俩去，说是去盯梢，指不定跑哪儿玩去了。中秋晚会那天，害你们集体被叫家长，对不住啊。如果你还好意思提，都怪你们几个。我说你们是不是商量好了整我们呢？害得我们现在被学校当成了早恋，还被叫了家长，手机都被收了。我看你们就是闲的。我们不是故意要整你们的，是我们几个打篮球输了，人家让我们真心话大冒险，我们选择大冒险。对，真心话没挑战。这种时候不整你们3个整谁啊？整别人多不好。反正你不解释也没人当真。对，不当真就好，不当真就好。小子也啊，陈老师啊，你这浇花呢，打我们一进来就一直灌我们水，这几个孩子到底犯了什么错呀？啊！这次呢，请大家过来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孩子早恋的问题。什么早恋？早恋？说是早恋，但其实也是冤枉他们的，只是有一些小的苗头，让老师给发现。所以请各位家长来呢，就是希望学校还有家长能有一个好的配合，可以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引导。林建宇在我校的晚会上面给卜寒露唱了情歌。哎，陈老师，你是说我们家小雨给那个小鹿唱情歌了？哎，老头子，他上我们家来玩过的小鹿那孩子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了，忘了我跟你说了，这群孩子当中，就小鹿最好，是吧？我们都喜欢他。小鹿爸爸，你们可真是会生哦，生出这么个好女儿，我们都很喜欢她。小鹿真的很好啊。老师叫咱们过来，不是表扬，是批评。方大物，长出息了是吧？丞相出呼吸了啊！哎，老师，我问一下，我们家丞相跟哪个班的女同学搞对象了？陈强爸，您先别激动，请坐。你这话说的，我能不激动吗？这小子在学校那么能整事吗？我就看他魂不守舍这个样，寻思他压力大，我还挺心疼的。哎呀，合着在这儿等着我呢。这小兔崽子，个子不大，胆子倒不小。我今天非要去收拾他！别拦住！老师别拦住！收拾他！你别激动！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这孩子这么好，这孩子这怎么样？口令到什么了？完了，完了。算了，意料之中。
把话说明白，你都听到什么了？真的不知道。这谁呀？乱动我桌子！那个是主任刚才过来让挪的，对吧？这不是我坐的地方吗？哎呀妈呀，这天儿也太冷了，不感觉俺们大东北人了？你们这儿怎么连暖气片也没有？我们这儿不生产暖气片，但是有留一线。到你了，快点，你该输了。你中秋晚会那天成果怎么样啊？于哥和小饼干可是都已经如实交代了，你呢？得，看来你跟他们一样，一败涂地。怪为师教主不方啊！神经病啊你啊！我在想啊，你说一个女孩，看着多讨厌你，但就是不让你牵手，这咋回事？不让你牵手，还不是因为你丑？你咋不就你帅，就你帅？这个事儿啊，你得去问媛儿姐。媛儿姐，你干嘛？吓死我了！这儿我合计有点事儿问问你，你知不知道倩倩她有没有什么小毛病什么的？她怎么总是很抗拒我接触她？他没病，你有病，这是犯什么相思病？你说你们几个没一个成功的。你这怎么还联机呀？算了，不问你。哎，没有一个能帮得上忙的。我们确实帮不了忙啊，这事儿得靠你自己。再说了，接触一个人本来就是解谜的过程啊。
建宇，干嘛呢？你这么惨，要不要同学们集资给你买个带壳的笔啊？不用，能写。今天周一，不用上晚自习。什么自习？就咱们几个这样的，还用着上晚自习？你也不用上晚自习。晚自习你能习个啥？你习的。手机都没收了，还跟着，跟盯犯人似的。哎，马路，断池。哎，于哥，你说的放学有事儿，就是和那家伙有事儿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哦，潘露说学校这周非学院校招开始了，那段池不是要考吗？他们可能就办这事儿了。他们俩已经变得这么熟了吗？没有，潘露不是明年也想考飞行员吗？他可能想提前了解一下。我瞎说的，瞎猜的，没错。哎呀，于哥呀，人家也未必是一起去看考场，说不定也就是去吃个饭、逛个街、看个电影之类的。你自己扛着回家吧。哎，于哥别闹，我错了，你把锁打开再走啊。跟我要吃。哎，媛儿姐，于哥不是约我们在面馆门口见面吗？他怎么还不来啊？我估计他也是被他们老班盯着呢吧。哦，对了，媛儿姐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哎，啥东西？搞这么神秘？那，我自制的刮刮乐。刮刮乐？嗯，这么刮吗？哎，我只是给你看，又没让你刮啊。不让我刮？哦，不让我刮，让陈相刮是吧？你不也是也给那个厨子准备了东西啊？哎呦，还专门看个杂志，还把食谱专栏做成简贴画，看来你对某人也是蛮上心的嘛。哎，我跟你可不一样啊，我这是就看见了，然后随手捡的。随手捡的，随手捡。哎，那个，你有没有觉得哈露看起来不是很高兴啊？今天，哈露，他应该就是被于哥恶作剧了，然后不开心吧？不，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。大陆拿狙，行，我把 AK。于哥，留一线，啊，快点！怎么有家长？怎么还盯着你按时放学啊？快点！啊，阿姨好，快点啊！哦，来了。妈，你怎么来这么早呀？还早啊？都几点了？没有。作业做完了没有？做完了。走吧。快，我的呢？我的。哎，这是食谱，肯定是姚姐留给我的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你这个是现成弄的答题卡刮刮乐啊。于哥，别找了，人家都跟段池走了，还哪有闲工夫给你留东西啊？我没找，我买瓶水。有点晚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打到车。先慢慢往前走吧，打得到车就打，打不到坐公交。好，你
能不能把手机借我一下？我手机被没收了，想给家里打个电话。谢谢。哎，手机要回来之前，咱们几个只能先用 QQ 唠了。哎，保安路回来，你俩记得跟他说一声啊，把他拉进群啊。哎，他这个点了还没回家吗？我现在还在哥的铺呢，没回家。哎，要不你去楼下看看？要不你回来看看吧。我爸妈都回来了，今天不太方便。你还能上网已经是个奇迹了。我以为你回家以后，你爸妈会薅着你脑袋往墙上咣咣咣给你一顿磕。谢谢。上网干嘛呢？哎妈，五月天最近出了几首新歌，我下载来听听。小鹿找你，打我这儿来了。哎呀，我就说没手机多不方便啊！妈，你能不能跟老师说一下，快点把手机还给我们呀？又不是我没收的，跟我说没用。少上网看电脑，小心眼睛近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喂，哈洛，你在哪呢？段池？你怎么和段池在一起啊？行行行，没问题，我回去跟他们说一声。不过，你们俩大冬天的压马路，还挺有情调的。哎，如果说你们俩今天又坐不到公交车，又打不到出租车的话，怎么办呀？如果按偶像剧里这么演的话，男女主角都夜不归宿了，你们俩今天……喂，喂，哈喽，真是句句往某人肺管子上戳呀！什么？说什么呀？我说谁了？宇哥，宇哥，还活着吗？宇哥，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……宇哥怎么走了呀？他有事儿啊 ？Sorry,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power off. 这家飞机模型做工不错，可以考虑入手。先去问问价格。老板，你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助？我想问问这个模型多少钱啊？这个879，真心想要的话820给你拿走。这也太贵了。这还贵啊？这是正品，我已经按照进货的价格给你们了。我看最近有好多学生来这儿考飞行员，所以我特意定制了这款飞机模型。
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找雾拿点东西。拿了双拖鞋。我出门着急忘换了。你跟段池出去了？我看他刚才送你回来的。对啊，我跟他出去了。干嘛去了？问这么多干嘛？查岗呢？什么呀？我这不是同盟者之间互相友爱，团结关心一下。跟他一起去看考场了。等他正式考试，我还要去看看考试流程。明年飞行员校招是我唯一的机会了，毕竟2年才有心理项目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过2天考试还要陪他去啊？这是正事儿。哎，你还知道你是同盟者呢？整天吊儿郎当的，我怎么也是原红莲小队队长的，你对队长开这种低级玩笑？果然，我就知道你因为我假表白的事儿生气呢。还身为队长，至于吗？至于吗？我看这雨还得下一会儿，你淋着吧你。哎，你回家上 QQ 啊，加群聊。走。老板早。说我们买点东西。马上回来。来了，哥，我们想借您冰箱放点东西。经常和我们一起的那几个女生一会儿过来了，您提醒他们拿一下。放心，哥都懂。悄悄提醒。好，去吧去吧。于哥，你不往冰箱里塞点东西啊？多浪漫！哎，你们两个快点啊！哎，叔叔再见。不放，怎么？被段池打击到了？区一个段池也能打击到我？比起段池啊，我还是更希望你能赢。谢谢。哎，你们班怎么改这节上体育课了？哎，我们下午那节课调到现在了，这样老郭就能连上2堂数学。倩倩呢？她不爱上体育课，又随便整了个假条在班里歇着呢。哎，你们仨等等，方大雾。
喜欢人家？没有。哎，我可没说是谁，起这么着急就填个名字进去了，嘴上一句不说，心里一直念叨着。少在这套我话了，没有就是没有。那你以前有喜欢过别人吗？没有。你看你，哎呀，我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哎呀，我们小鹿真的是，还真是小鹿，给你挖个坑你就往里跳哈。你呀，你可不是不懂，你是懂装不懂。喜欢一个人呢，可不用教，只要看着他，就会无师自通啊。哦，原来叫我来是陪你盯梢的呀，还借口说什么买吉他。切，我就是来买吉他的，只不过是刚好碰见他们俩。在军师面前就别装了吧，这2天那小卖部的冰箱都快被你瞅出个空来了。看着别人交换信物，心里很不得劲儿。谁不得劲儿啊？看见没，那不是琴行吗？我就是来买琴，一直在他们家买。是，买琴顺便盯个梢啊。你看，这不琴行吗？老板，哎，小伙子又来了，今天要买什么？我琴摔坏了，最近没得弹，想再买一把。我记得你那款是 F310，对吧？还要贷款吗？对，弹失手了，就要那个。好嘞。哎，老价格，你给800吧。好。啊，他们出来了。别，你先坐着，我待会儿过来买。哎，这俩人挺般配呀。于哥啊，你也就长相略微胜出一点，但是卜寒露他是看脸的人吗？他们2个既有共同语言，又都是学霸，又都要考空军，以后大学4年说不定天天在一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劝我趁早放弃呗？我要劝你放弃，我当初干嘛放弃啊？于哥，你能不能争点气啊？我怎么争气？现在老师家长盯得这么紧，我顶风作案啊！人家大象和小饼干为什么就能在夹缝中求生存？卜寒露不给你冰箱里放东西，你就不能主动给人家放点什么？果然是好精致，机身的涂装跟真实机型一模一样，机身后背延长坐垫很标准。那要不我……别说要帮我买，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受不起。你就直说关系还没到这个份上来。